谢谢。女孩子呢，你对了就红晒哦，哇，那么红晒呢，在前做我的前妻啊，那你看这个老师哈，老师夫人哈，这么多好的歌曲哦，师母一定是沉醉在爱的那种感觉，对，老师讲的，金瓜我我知你定定阮对啦，干哦，有啦，啊，但是已经地是沉水咯，我会沉水的为是我鸟。我来下吧。你给我一个钱，这我不知道。我没有忘记啊，我啥有啊？所以讲，我是安尼呐，关结婚问题吼，做伙一世人讲，你提前路来出来。是非常快乐吼，咱这李明吼，安尼吼，真天，这个真舒服声吼，但是李长嘛，来出调节。哦，啊无关是家人吼，哦，鸟要生囝啦吼，你拢爱处理。多李长，咱在地分裂分裂。来。咱所有主持人啊，伊比咱师傅，爱给咱各中官，爱给咱各位乡亲，大家晚安，大家好。哦，这个对抗，这个生地。哇，啊你嘛是一个吼，温柔的七天路嘛呢，带伫遮一个努力文化体制。啊，因为就是说，所以我老师在支持。这个优雅的中间就平等的哟。哎呀，这个杨柳板腰啦，你比如黄河这个堆错哦，喂，你种遮去服务这个李明是用听落来，还是听声？听车嘛有用听。哇，这讲这里不是大理对啊，这里是咱领导区上大理的同心理。是，啊，你今日李明哦，这里来做侪故事啦，可以咱大家分享。其实咱我分享就是，我当做李长的时阵啊，迄个是讲吼较无经验嘛，有李明经验不很好啊。唔知啦，就像秀丽的嘛，一个李明啊做好笑的，伊较侪讲，你李长吗？我是，李长我甲你讲哦，我有一只猫我叫无伊，真正是哦。真正我讲会听。我讲请问你迄只猫仔吼，是做啥？我甲你讲，我只猫嘛有黄色的，嘛有白色的，嘛有灰色的。我拄仔讲你是啥物猫仔？伊讲我著野猫哩。我讲野猫吼，安尼你叫是要安怎去甲你找一只猫出来？安尼啦，伊讲，即我囝仔听讲，妈妈你著即开始去放啥？我为你面，请注意收听。有一只猫若无伊，就来你钓伊兜，一人领2000。哦，这我两个人怎么来？就是我囝甲我讲，毋过妈妈，我先甲你讲哦，妈妈你先去用一个猫肚来关遐猫啊，丢猫咧来一直做济。放这里放上真趣味啊！他那电话是天天好好拢有啊，叫个人拍电话来要一个阿米油啊，但伊迄真头的阿米啊，叫多钱？真贵的通天呀阿米，通天呀阿米，进来这电话。感谢你们开玩笑的啦，我啦，遐认真，今日要点什么歌？今日要点今夜又过是孤单。怎么讲对一个？你溜过来？我无溜过啊。哦，向你介绍。我直接过，我直接点哦，你先点，我直接过。这今年都孤单，甲这个吴老师这个会议，看是有什么关系？吴老师吼伊咱迄个13岁之时吼，伊就足向往去日本。所以讲伫咧13岁时，伊就招着伊两个同学，了后，然后前往着咱日本。13岁去日本啊？伊是行路去哦。13岁人有早300块的啦，两个人早300块啦，去到日本啦。以前我就唔知伊讲7月3岁。所以我唔知到底是坐船啊，坐车，爱坐飞机，这我就唔知。拢会使。会搞掂好。了后老师就物件开始就发展就伊甲伊唱歌，爱去组团，
啊，到24、26岁时阵，啊，拄啊拄着咱师傅，来咱决定就讲，啊，伊要转来就咱台湾，啊，所以讲伫即段期间的时阵，啊，老师伊就是足孤单的，所以来做这个音乐，伊个是无来。好听过。人在家乡讲，你就看私人报用，今夜你就是孤单，哎呀，我朋友，找我来出国发哦，来，今夜又个是我孤单，就是。